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4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0篇，以西结书34章23节到31节，希伯来书13章20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牧人之约。约定就是约定，既然约定了，就一定要守约。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却是违约，背离上帝，敬拜偶像，因此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帝国，在那边为奴。虽然如此，透过以西结先知的宣告，上帝又应许设立另外一个牧者，如同大卫一样来治理他们，更要与以色列人再一次的立约。因为上帝是慈爱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，他将救恩的约再一次呢赐给那一些愿意认罪悔改的人们。以西结书34章23节到31节，我要赐给他们一个像我仆人大卫那样的君王，做他们的牧人，牧养他们。我上主要做他们的上帝，像我的仆人大卫那样的君王，要统治他们。我这样宣布了，我要与他们立约，保证他们安全。我要除掉境内凶猛的野兽，使我的羊能够安全地在牧场上吃草，在树林里歇息。我要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在我的圣山周围定居。我要在那里赐福给他们，按时降雨，果树会结果子，田园会出五谷，人人都将自己的土地上安居。当我砍断我子民的锁链，从奴役者的手里释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。列国不再洗劫他们，野兽不再吞吃他们，他们将安居乐业，不受任何人的恐吓。我要把肥沃的土地赐给他们，他们境内不再有饥荒，列国不再侮辱他们，人人都会知道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与他们同在。他们是我的子民，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你们是我的羊，是我草场上的羊群，你们是我的子民，我是你们的上帝。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保罗在希伯来书当中更明白地提到，这一位如同大卫的牧者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将上帝的爱完全地显明了。希伯来书13章20节到21节，保罗这样说道：上帝已经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凭借着耶稣所流的血，印证了永恒的约，使他成为群羊的大牧者。愿这一位赐平安的上帝，在你们所做的各样善事上来成全你们，使你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。愿他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他所喜欢的事。愿荣耀归于基督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大牧者与世人与基督徒重新立约，使人得救，得以跟上帝再一次的复合。诗篇100篇，普天下要向上主欢呼，要欢欢喜喜的敬拜他，要唱赞美诗歌到他面前。要知道上主是上帝，他创造了我们，我们属于他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是他牧养的羊群。要以感谢进入他的圣殿，要以颂赞进入他的圣所。要感谢他，颂赞他，上主至善，他的慈爱永恒，他的信实万代长存。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透过他的牺牲死复活，使我们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之约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